观众朋友，大家晚安，欢迎收看新历4月11日公视第几台的暗新闻，我是楚欣。咱做来看今仔日的新闻重点。台湾病例搁增加3站，交按国外带病入境，本土的病例并无了算的大增加，中央呼吁民众防疫也是唔通大意。WHO 否认台湾目经过武汉肺炎可能人喂人，但指挥中心出手公布电子邮件证明事实。交通部决定强制民众去邮局着挂嘴，按违反跟唔听劝解者，罚金上重45000块。台湾武汉肺炎的病例搁增加3站，拢是按国外带病入境。也因为清明假期济景点逼人阵，本地烦恼本土的病例会大增加。不过这几天是无发生。指挥中心呼吁民众唔通因为安尼防疫时间倒来放零，也是爱避免教人上过头啊。国内新增3件境外移入个案，总计确诊人数385人。新增的个案拢伫4月初转来台湾，分别是美国转来60多岁男性，有胃肠无爽快甲发烧；另外一名长期住伫美国40多岁男性，转来台湾的时阵都有症状，由机场采检通报。另外一名20多岁留学生，是伫厝检疫期间出现流鼻水、发烧，通报了后确诊。连续2天新增病例拢是境外移入。指挥中心表示，清明连假了后的医事通报个案有700多人去过警示景点，目前无确诊的病例。就这几天这样的发展的情况，看起来这样的话要急剧的变化可能性不高，但是我们仍然提高警觉。指挥中心继续进行定期确诊酒店旅馆疫调，拜五暗，佮到伊的工作场所处理上班时间甲接触过的人客等相关资料，佮新增6位人客。落地采检，指挥中心将以监护期推算来进行发备前14天的疫调。针对他在这个3月23号到这个4月3号之间，有上班的时间，有接触到的客人跟这个工作人员，我们都全部都有掌握到。指挥中心呼吁民众，全球疫情犹原严重，防疫唔通放松。对1.5公尺的社交距离掌控，行政院才甲民间业者讨论开发社交距离 APP， 会当侦测人际聚集来发出警讯。因过因为涉及定位甲民众隐私等法律问题，需要先汇报解决，才有可能去实施。记者综合报道。德国有研究显示，同世界恐惊有数千万人得着武汉肺炎。因为患者无症头，或者是无去检验，所以倒有验着病毒的病例，则占实际有去挖着病的总人数的6%尔尔。医生嘛表明，轻症无症头的患者，确实是控制疫情的难关。德国哥根廷大学2位研究人研究各国新型冠状病毒死亡率估计带，可比对感染着死亡的时间来评估官方病例记录。研究显示，各国检测到的新冠病毒病例数可能只是总数6%，所以推算全球确诊病例数恐惊已经过1000万。有很多国家，它的那个疫情扩散太快速了，所以它的检验能量就不够。所以我们现在所看到的确诊数目，的确是可能远少于它真正被感染的人数。感染科医师分析，全球确诊数一定比公布的少。不过这项研究可能过度高患数量，尤其在台湾防疫严格，无可能有这么高的比例。不过轻症甲无症状，确实是新冠病毒防疫上困难的所在。就算全力防治，也真歹杜绝。目前病毒也继续在变化，估计未来将会继续留伫社区。我们必须观察，就是我们有没有办法做出一个有效的新冠病毒的疫苗。有的疫苗再加上防疫的话，说不定这个病毒的威胁会减少，甚至会被我们完全控制住。那不过新冠病毒疫苗的研发也不是说想做就一定可以做出很有效的疫苗，因为在我们过去的经验里面，有一些疫苗它就是没有办法做出很有效的哈，比如说艾滋病疫苗啦、登革热疫苗。另外，儿科医师高昌定也提醒，根据美国 CDC 报告，美国已经有2500外例18岁以下确诊病人，其中1岁以下婴儿有398名。但是注意，儿童感染出现发烧、嗽、喘气困难的比例比大人高，可能因为症状无明显防疏忽，呼吁防疫措施袂当放松，也是爱定洗手甲保持社交距离。记者综合报道。WHO 真正否认咱台湾捌经过武汉肺炎可能人喂人，但指挥中心公布电子邮件来反驳证明事实。但是中指挥官阁大来批评 WHO 失职，呼吁 WHO 唔通一错再错。内行人讲外行话啦吼，那讲这个隔离治疗这样子的警讯，这样不是警讯，
那问什么情况才叫做警讯？陈市长提出电子邮件原文，反击 WHO 讲台湾在12月31日批准无警示武汉肺炎的人传人，强调明确写下非典型肺炎，也有病人进行隔离治疗。公卫专家应该用判断是毋是有人传人的可能。咱国当时并无确诊病例，我都直接讲明。不过 WHO 只是回复，会将这资讯转予相关单位，联络中国想要得到疫情的资讯，也无消息。无结果，批评 WHO 失职。那如果不是会员国的台湾都已经告诉 WHO 了，那我要问一个问题：那会员国的中国有没有跟 IHR 讲？那如果没有讲，那我要说这不是隐瞒，那什么叫做隐瞒？那如果有讲呢？那 WHO 这不是失职，那什么叫做失职？陈市长反击 WHO， 外交部也讲 WHO 确实颠倒改变疾管署的通报。WHO 将最负责任的国际公共卫生组织，必须讲出事实，爱甲世界讲台湾确实有提醒，也继续向国际说明声明无正确。我们也会透过我们国际的友人，包括这些理念相近国家，包括我们的友邦来做说明。那我们驻日内瓦办事处也在跟世界卫生组织之间在做密切的一个沟通。另外，顶5月要举行的世界卫生大会，台湾是咪好多参加？外交部讲，这阵会议举行状况并无明朗，这阵也甲 WHO 伫联络中。另外，美国也对 WHO 偏向中国真不满。美国媒体报道，政府正伫讨论要订发 WHO 的一系列较严厉的做法，包括撤动美国资金，甚至另外设机构来取代。预计下礼拜最先决定。记者综合报道。WHO 秘书长谭德赛伫前几天批评咱台湾利用言论加以攻击，打倒网络红人筹款，拍算甲《纽约时报》规个版面买落来广告，要用真相反击谭德赛。世界卫生组织秘书长谭德赛采被伫记者会上公开指责台湾对伊进行攻击。YouTube 阿弟设计师聂英金等人发起募资400万，买《纽约时报》专版广告，希望用真相回击谭德赛，向世界发声。活动初10下昼发起，只用8点外钟就达标。活动结束金额甚至超过1000万。所以就想说，可以透过这次的集资案跟广告的刊登，做一些实际的作为，能够让更多人正确的认识台湾，以及在这过去3个月来我们在防疫上面所做的各种努力。团队也公布草拟的公开批中英文版，首先批评谭德赛甲 WHO 其他官员伫一直为小林说犯下错误，感叹台湾甲伊索比亚徛做伙。谭德赛对台湾确实颠倒病的态度，呼吁 WHO 停止欺压向世界伸手帮忙的台湾，台湾是可靠的帮手。规个广告有价13刊顶，那呢？推特上也出现真侪网友回叫谭德赛纷纷上传台湾美景相片，并且标注这是来自台湾的攻击。就连华盛顿邮报拢报道这款的现象引起关注。另外，台湾关乎欧洲国家的700万片催案，最近也陆续送去欧洲。后面毋但公开俄罗，也伫官网发布影片，去催暗落无人机的过程，罕见互国旗甲台湾会当帮忙的多项的字拢清楚看出。欧洲政要也纷纷致上谢意，国家录影片感谢台湾伫艰难时刻伸手倒茶工，也支持台湾加入 WHO。 I also support very much the incorporation of Taiwan in all the activities of the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in combating the virus. Together we are stronger. Taiwan sent us 500,000 of face masks that will help us to overcome corona crisis. Thank you very much. 记者综合报道。中国公布，欧北已经连续3天无增加病例，佮表明这新的重症的患者已经较少100人。不过，钟南山表示，要注意无症头的患者，另外爱大城市无人佮去治疗武汉肺炎是无可能的代志。根据中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发布上新疫情通报，中国湖北省武汉解除封城第3天，湖北省连续第3天无新增加病例。官方讲，湖北省的重症病例已经降到100例以下。湖北当日无新增确诊病例，无新增和现有疑似病例。这里边重症病例95例，其中武汉94例。中国抗疫专家钟南山70甲中国驻南韩大使对谈，介绍中国防疫经验，强调病毒无看人种，无应该存在任何种族歧视。也讲未来也继续有境外输入，特别是无症状感染者，大城市确诊数要完全清除是无可能的。你不能永远不开学，
而且呢，这个病是不可能铲除的一干二净，将来可能会比较长期，一直会有可能有传播的，或者说有，但是没有造成大规模的爆发就行了。香港大学微生物学教授袁国勇团队上新研究发现，这个病毒比 SARS 病毒更加紧在细胞复制，48点钟内底，人体细胞的新冠病毒数量比 SARS 悬出3.2倍。佢哋嘅病徵病狀可以好少，而佢製造嘅病毒嘅數量可以好大喎。嗱，呢個好清楚睇得出嚟，同呢個2003年 SARS 係唔同。另外，香港上新疫情在伊公布新增加11例确诊，只有一个人无出国记录，大部分拢有捌出国过。而香港确诊总数也正式超过1000例，来到1001例。记者综合报道。为着要协助要留伫中国欧北的台湾人回国，海基会表示已经有甲中华航空搭合，会启定4月20甲4月21两线机抓按上海浦东机场飞倒转来咱台湾。这两抓机帮会载偌济人倒转来，就交指挥中心来决定。武汉待的这漫长的时间里面，我们衷心感谢政府没有忘记我们。第4阵指定机抓会伫4月20甲4月21对上海出发，按今仔日开始接受要留伫中国欧北遐的台湾人登记。海基会表示，机场的防疫措施按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规定办理，每年机构伫机场的个人就安排集中检疫14天。武汉肺炎算断全世界将近170万人治病。那安尼，阁有媒体指出讲，患者因为病情来死亡的速度是哪来哪紧。加在疫情上相中的美国有好消息，大院的总人数但有开始倒减少。You can see for the first time that in the United States we're starting to level on the logarithmic phase like Italy did about a week ago. And so this gives us great heart that not only in specific places, but we're starting to see that change. 北京方面认为，这主要是疫情上集中的纽约，在防疫上看到成效的结果。Change in total hospitalizations is down, not relative to yesterday, but when it's average, the 3-day average on the hospitalizations, you see a dramatic decline in those numbers, and that's obviously very good news. 官方也指出，为加护病房人数来看，顶礼拜逐工新增加的人数也有1000人，目前已经降到290人。这是3月中以来第一摆出现的情形。啊，不过歹消息是，在病例增加较平稳的同时，死亡人数却增加真紧。以全球总体统计来看，为1月初到中国武汉第一摆传出死亡病例以来，到超过5万人，时间有83天。啊，不过为5万人到10万人只有短8天。路透社的报道指出，过去1礼拜以来，死亡病例增加速度伫6%到10%。确实以地区来看，南欧的意大利、法国、西班牙这些所在，确诊病例占全球差不多2成，啊，不过死亡人数却是全球1/3。确实为年会战来看，虽然一直有相当少年的患者往生，啊，不过50岁以上依然占93%，确实是70岁以上占死亡病例差不多是5成。记者综合报道。明仔载是基督教甲天主教徒上看重的过偌济，世界各地教会本地按初十开始仪式会连续办3天。不过现时武汉肺炎也还未点地区过偌济活动，就经过网络直播方式来进行。In nome del Padre, del Figlio e dello Spirito Santo. Amen. 同款的耶稣受难日弥撒，除了祭台顶的教宗主持仪式，甲少数的新职人员陪同，原本会当容纳10万人的圣伯多禄大教堂，这位区空无人，因为梵蒂冈所在意大利是欧洲武汉肺炎疫情上严重的国家之一，国内外的旅游禁令，和疫情散布的国家，伫患者痛苦之外，医疗体系甲经济拢强要崩盘。也安尼，各国的教会拢以网络直播取代大规模的弥撒，一方面配合防疫要求，一方面满足参与各偌济相关仪式的期待。为教宗甲各个神职人员，也拢伫祈祷文告中呼吁信徒做好防疫，为医护人员、往生者甲病人祈祷。Allevia i dolori dei malati, dà forza a chi si prende cura di loro. Accogli nella tua pace coloro che sono morti e per tutto il tempo di questa tribolazione,
fa che ciascuno trovi conforto nella tua misericordia. 同款是天主教徒占上大比例的法国，将近一日前伫大会中严重毁损的巴黎圣母院，虽然重建工作也在进行，国外侪相关仪式同款袂当少。当然，伫疫情侵蚀现场只会当有少数的新职甲工作人员。En ce moment si particulier, nous te demandons et nous te confions tous ceux qui sont victimes de cette maladie terrible, ceux qui restent dans le deuil, ceux qui sont morts, ceux aussi qui se dévouent corps et âme, les soignants et tous ceux qui se sont levés bénévolement pour servir leurs frères. 记者综合报道。咱来看其他的消息。美国军机昨才飞过巴士海峡，今仔日美国海军搁一架电子侦察机探过地。但都有专家分析讲，这并不是美国、中国双方的对象。另外一方面是美国在确认中国伫台湾海峡的部署甲意图。防疫期间，美中军事又玩咧竞争。国防部证实，美军舰8月号车载下道由北向南经过台湾海峡。美军第7舰队甲太平洋舰队拢伫面册公布。美军伫8月号操作的相片内容，并且强调8月号任务来支援印太地区的安全和稳定。美军一艘作战舰航行经过台湾海峡，国军的联合勤监侦作为全程掌握。那美南两国大海继续测查强机群出现咱国西南海峡，一架美军电子侦察机随后飞过巴士海峡，11个有一架美国海军 EP-3型电侦机也飞过巴士海峡，向南中国海方向巡弋。两港路线律师学者分析，除了美中竞争意思，美国用意来确认强军伫台海相关部署的意图。就针对中共来啊，其实美军来的话，是进一步再去查看说有没有中共其他部署的一些军舰或者是相关的潜舰在这附近啊。美国在这里长期的势力范围，它不可能让中共的势力范围进一步突破这个第一岛链。学者分析，中国唔但扩大海权，同时也扩大空权，为中国扩大东海防空识别区，让显示突破第一岛链的意思明显。除了美军防止作为，欧洲、澳洲、加拿大，敢是愿意配合美国行动，继续伫台海巡弋，将是亚太盟邦合作后续观察重点。记者综合报道。昨台铁的区间车伫高雄弄到晓伫冰高的连接车，造成4人受伤。今仔日台铁初步判断是连接车操作失特动，要求货车司机甲车行赔偿3亿2千万来补贴因的损失。今是去画面内底连接车通过边高道倒外，就向熄火，但后壁车道阁有1/4留伫咧边高道顶悬，造成20秒以后火车弄掉。台铁根据这项证据，研判是连接车不当侵入造成事故，损失了3.2亿，要向连接车驾驶甲货运行求偿。相关的路线、电车线、耗资设备相关的设备损坏也蛮严重的哈。那我们初估呢？目前整个财务的损失大概有3.2亿元。2012年桃园埔心边高道事故造成1死22伤，当时台铁求偿2.2亿。高雄这件事故，区间车车头全毁，台铁一直到11号早起将近8点才全线抢通，影响的时间有3424分钟。台铁表示，续来加上人客退票，损失可能超过3.2亿，因此先对连接车驾驶甲货运行申请假扣押，避免脱产。他的财产。它的车辆它的相关的一些不可以去做一些移转。那认为说他是有公共危险罪嫌，所以我们预支以3万元交保。那至于他所驾驶的货车，那检察官有请警方暂时予以扣押。连接车驾驶3万块交保，检方甲运安会佮你调查熄火是机械故障，也是人为因素。事故内底4名伤者，除了列车司机员住院治疗，3名旅客已经无大碍登去休养。记者王家川、面条款给我报道。来讲，阿斯米亚这款药啊是专门用来治疗子宫瘤。那随着澳洲发现讲有病人食这款药啊，肝脏受到损害。澳洲人民已经要求阿斯米亚袂使落市面。咱卫生福利部食品药物管理署嘛宣布，这款药啊拢总爱收得回来。食品药物管理署强调，虽然回收阿斯米亚这款药啊，市面也是有其他产品通治疗。且患者着放心。另外，提醒民众，若已经食过这款药啊，身体各有各样，着紧去互医生看，确保安全。
考虑现时疫情严重，交通部决定强制民众去邮局直接公司就拢爱挂喙罨，违反佮唔听劝解者，罚金相当至15000块。这项措施上紧后礼拜实施。交通部已经宣布，坐高铁甲大铁一个客运无挂喙罨，若是口腔不爱听，相关的罚15000块。因为有民众到邮局无挂喙罨，认为有比较办理的需要，有时甲疫情指挥中心讨论了后，指挥官陈时中无反对这项做法。交通部要规范民众到邮局爱强制挂喙罨，若是口腔不爱听，会来开罚。强制佩戴口罩的话，包括对顾客、对行业、对所有人都是好的。万一有违法的话，就依照传染病防治法。罚3000到15000，现在还在跑公文的，最快是下礼拜。那你要不要补我的损失？我问你来。他帮我送你一颗好不好？不要，我就是要你的口罩。这10人一直向药师来讨喙罨，也真大声咧讲，引发大家注意。警方调查，这10人进前到药局买药啊甲喙罨，事后认为药师给伊的药品数量唔对，等去药局竟然要求药师爱赔伊喙罨，为着不影响排队民众看药，药师只好先摕喙罨给这10人。要这10人奉依照医疗法移上经办。要求呢要发放他的口罩，要求呢他一个强制当事人要给他一些口罩。他才会离开。那前来我们调查以后呢，我们依医疗法呢来移送地检来侦办。警方呼吁民众排队买喙罨也是药品，爱伫现场算这数量，以免发生纠纷。另外，虽然这大众运输必须强制挂喙罨，不过包括桃园汽车站这所在，依然有坐车民众未配合，甚至对站务人员来呛声。警方也请民众配合防疫，莫违反规定。记者综合报道。指挥中心伫初10宣布，人来客去的公共场所要控制人数，避免病症烧化。中部济警强庙照规定管制人丁，也新北市这边规定去夜市、传统市场无挂喙罨者，就依法处罚。民众排队一个量体温，确定无发烧，而且必须挂喙罨才法度入去庙寺内底参拜。虽然拜拜变较麻烦，不过为了防疫，民众也是愿意配合政府的新政策。感觉规定虽然较多，不过也较安心。这种措施很好，这个期间本来就是要配合以防那个疫情扩大，这样对大家都好。因为防疫期间像这样的话，这个措施是临时的而已啦，一阵子而已。中央疫情指挥中心初10宣布，有名的景点、国家公园、夜市啊、也庙寺，拢要开始实施人流管制，降低互相烧化风险。香火真旺的大家镇南宫，拜6早起就派出真侪职工伫出入口进行管制，庙寺方面也一直公布来宣导。即马咱连年的关注啦吼，控制楼伫100个内底，莫超过人，个人入来，这个距离一定要保持。过来，咱即马就是良平入，好平出。最重要到镇南宫来拜拜的人，我们都要求他戴口罩。云林北港朝天宫、苗栗白沙屯宫天宫这有名的庙寺，也拢开始进行人流管制。伫新北市长侯友宜是表示，会全力配合新的规定。夜市啊、传统市场甲商区的大头甲顾客，若是无挂喙罨，会罚3000到15000块的罚款。我们原则上，处罚是最后的手段，不是一定要做的手段。原则上，先规劝不听，我们才要处罚。免坐困店家爱挂口罩，你这标准啊，保持社交距离1公尺啦，较开一个哈。垦丁街路上也引领新的规定，警方在出入口进行人流管制，呼吁民众爱挂喙罨，保持社交距离。虽然甲市民连假的人比较明显减少真多，不过垦丁街路上的饭店甲民宿真多，小巷仔也未少。要安怎落实新的规定，也真做一个挑战。记者综合报道。观众朋友，咱做伙来看明仔载的天气报。北部地区上低10度，上悬16度；中部地区上低18度，上悬22度；南部地区上低20度，上悬28度；东部这边上低14度，上悬23度。外岛地区上低14度，上悬21度。咱来看未来3天的气象。
谢观众朋友收看今仔日的下暗新闻，我是吴昕，咱再会。